就场打击，要打击进前，予主审老师一个90度的鞠躬。这里有礼貌的查囡仔，真正是有够古锥。他做起来就真的特别可爱。伊是国小2年的张武哲，伊的身高只有120多公分。伫全国国小女子软式棒球的冠军赛来上场，抓到一支用要比伊更较悬的球锤，一个短打，大家是看甲笑嗨嗨。哦，这一球点下去，点得不错，定杆了。在界内啊，在界内啊。虽然一时也阁唔知发生啥物状况，但是囡仔比赛倒是遮尔纯真可爱。因是桃园埔顶国小女子棒球队，才当下摕到全国赛的第2名，但是一倒来学校就继续练习。每一天6点半就要来到学校，休困日嘛爱继续练球。这么严格的要求，吓走了真侪人，但是留落来拢是真正爱棒球。那你有梦想？想上国手。想上国手？有没有信心？有。纯真的笑容，手顶也阁摕到第2名的奖杯。在有限的资源之下，这个查囡仔真拍拼，因要用这支球锤拍出因的棒球梦。